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有30年历史的高雄一直夜市正式关火收档。昨暝是最后一天的营业日，摊商甲居民拢真唔甘。昨暝人是有够多哦，有的单位都要排队排2点外钟才食会到。夜市啊管委会昨已经甲居民的同意书送到市府的经发局，希望会当互因就地合法。 赶伫7点之前，高雄罗岗夜市，也就是一直夜市最后一天营业日，不少民众特别来食这最后的美味。人客人真侪档，拢排队排真长，就算食一档，爱等1、2点钟，大家嘛甘愿。听说这里的夜市最后一次啊，所以都再来要凑热闹啊。这是最后一天呢，因为之后如果要买，要跑到很远去。住这边的人来讲的话是比较困扰啊，其实对我们住外地来说是有点可惜的。 那民众唔甘来抢一直夜市最后的记忆，而且经营20-30档的摊贩嘛艰苦佮无奈，希望相关单位当想办法，互高雄人延续回忆。就是还蛮可惜的啦，那么多年的夜市，对啊，在这里做生意那么久了，都已经在地化了，希望政府单位能够给它就地合法化。 因为300外摊商放假造成环境污染，市议会7档前制定《高雄市摊贩临时集中场管理自治条例》，一直夜市的落日条款就伫11月12日，夜市管委会嘛赶伫落日条款到期前，将居民的同意书送到市府经发局备查。52个不合法的夜市里面，唯一在11月11号11点之前，把这个整个文案都送到高雄市政府。 我们高雄市政府还有给我们具体的收发章，换言之，就是他正式的收取我们的公文。目前审查期间，60天内未被强制撤离，看一直夜市原地留存，是毋是当要有转机？